哦，起身磅重，你喺度做咩？你喺度做咩？嚇？你喺度做乜嘢？哎呦，真係越嚟越大隻咯！哦，破千啊！1003，跟住到妹妹，喂咁啱啊！喺度做咩啊？嚇？喺度做咩啊？唔幫你住，波仔。哎呀，1、2、3，今日靚唔靚？好得意啊！波仔851啦，波仔，波仔，好，到你啦，今日我同你磅最後一次啦，你去新屋企啦，嚇？去祖兒媽媽嗰度啦，有冇唔捨得我哋啊？今日我哋全家送你過去好冇？好冇？好冇？好，磅重。哎呀！6月18號啊，851，哎呀，OK。